各位九龍東嘅朋友，黃大仙嘅街坊，我哋嘅東頭東尾嘅蘇伯兄弟，大家好啊！咁啊，而家係錄影時間，而家係4月28號1點39分晏中午啦嚇。嚟到第3節啦，咁啊講翻呢個嘅中華民國嘅同埋兩岸四地嘅最新狀況啦。咁我哋或者會遲啲會再講四川嗰單嘢嘅，咁嗰個掛白布嗰個嘅年輕人啦，咁透露一啲真嘅説話啦，係咯，咁阿黃嗰時可以去到了解下先咁樣。咁好啦，呢個嘅藍白啦，咁號召啦，咁支持者啦，426啦，反陸共，戰獨裁，現場咧係突破咗我修訂嘅數字啊嚇，呢個係基隆市呢個嘅阿林佩陽嘅助理嘅數字嚟嘅，係27萬，係啦，27萬幾嘅數字嚟嘅，即係佢再因為好多人咧就希望係有主流嘅意見，就話希望係最好就呢個嘅55萬人以上啦，咁樣會係更加震撼啦。如果55萬人吹雞嘅話咧，能夠煲住呢個熱情去到520嘅話咧，賴清德會係預先咧就會係可能會係呢個嘅預先會跛腳嘅咁樣啦。所以就係話嗰日就係27萬7000幾啦，即係我阿仲最之前都喺個 Facebook 度報嗰個數字出嚟嘅。呢個係引述翻呢個嘅基隆市嘅立法委員林佩陽啦，同埋呢個基隆市嘅市長呢個嘅市長辦公室佢哋嘅助理啦。呢個最新嘅最啱嘅數字嚟嘅，現場最啱嘅數字嚟嘅。賴清德總統啦，繼續都係賴皮啦咁樣啦。KMP 啦，同埋呢個嘅民眾黨啦，就係26號啦，號召咗支持者啦，上海度反陸共戰獨裁，儘管天氣情況不佳啦都好啦，現場咧雨勢不斷啦，但去到晏晝4點左右咧，現場主持人咧呢個台北市議員咧李明賢咧亦都振奮宣佈啦，現場一突破咗20萬人啦，喺度怒敲反陸共㗎啦，人潮咧從呢個會場咧一路蔓延去到仁愛路啦，同埋呢個中山南路上啦嘅景福門嗰度啦。另外啦，總統啦，賴清德咧亦都出席啦，與大陸昆侖與大武倫呢個嘅產業呢個園區嘅業者座談會啦，致辭時啦，亦都係講啦，國民黨同埋呢個民眾黨啦，呢個係號召呢個嘅群眾走上街頭咧，足以證明咧台灣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啦，就也沒有獨裁者啦，即係有邊個話自己唔係獨裁㗎，係啦，但係去到咧呢個而在野黨如果真正係要統戰係要戰獨裁嘅話咧，應該要去北京嘅天安門咁樣。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嘅領導人，係咪應該可以稱嗰個地方叫做北京咧？唔係北平咩？係啦，喺北京啦、天安門啦，但係此外啦，台灣嘅朝野政黨咧，都係中國大陸嘅滲透對象啦，因此咧不只有陸共啦，可能亦有藍共或者白共嘅政黨嘅不分顏色嘅，都應該走在一起反共啦，叫守護台灣啦，捍衛中華民國啦，賴清德亦都提到啦，與此同時啦，國民黨同埋呢個民進黨走上街頭啦，反陸共戰獨裁啦，固然啦係有佢哋嘅訴求嘅，佢哋嘅要求嘅，但係咧喺呢個活動咧足以證明啦，台澎金馬咧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有集會結社嘅自由，亦都係言論自由，亦都冇呢個戒嚴嘅，亦都沒有獨裁者咁樣你中意話咩咪話咩咯。第二賴清德強調啦，在野政黨啦不能夠反陸共所以就係話如果真正係要挑戰獨裁嘅話咧，應該要去啱嘅地方啦，找對嘅人啦。大家都好清楚啦，中國要吞併台灣點樣吞併台灣咧？大家都中華民國嗰邊係淪陷咗嘅。點樣吞併台灣咧？呢個係講唔通嘅，係啦，呢個事情台灣朝野咧政黨咧亦都係中國滲透嘅對象啦，亦都係唔再講啦，嗰啲就係啦，政黨不分顏色嘅係啦，都係同一樣㗎，係咯，點解你要寫埋同一樣嘅嘢咧？係啦，
咁啊亦都係賴清德咧，亦都係啦，都係講話天安門啦，咁啊好啦，咁一樣嘢啦，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時候，係咪個個都要搭飛機去天安門呢？係咪要去搭高鐵啊、搭車去用嗰個嘅方法咧去天安門示威咧咁樣咧？賴清德總統咁，所以就係話係咪咁膚淺咧？大佬真係從政嘅原來係咁戇居嘅咁樣，真係冇辦法啦真係。咁好啦，咁啊而家就提早講一講呢個九合一㗎啦，九合一嘅問題啦，九合一嘅循例啦，係啦咁樣，咁啊就係講話講呢個嘅九合一。好啦，咁啊花蓮縣嘅縣長咧，咁啊戰力啦，咁啊各方嘅暗角力啦，咁啊最大變數嘅都係佢啦，咁啊邊個係佢咧？咁係啦，近期啦，咁啊罷免潮嘅興盛啦，咁啊地方傳出啦，傅君萁咧可能回窩咧，咁啊競選呢個花蓮縣嘅縣長啦，咁啊或者係公開罷免傅君萁嘅議長啦，話要阿張俊啦，亦都會被提名點名咁樣，咁啊會成為呢個花蓮2026嘅地方大選嘅前哨戰咁樣，咁啊大罷免潮嘅牽動咁花蓮嘅2026啦，咁啊縣長嘅選舉啦，咁啊目前啦已經浮現咗2名嘅人選啦，咁啊有意角逐啦，其一啦，咁啊係無黨籍嘅議員啦，咁啊魏家賢啦，咁啊呢個亦都係花蓮市嘅市長嚟嘅咁樣啦，亦都係阿仲識得嘅朋友嚟嘅咁樣，咁啊都佢之前都揾咗邊個啊？阿女做安中意嗰個咧，即係陳明熙咁啊，係啦，咁啊去咗做呢個嘅花蓮市嘅代言人啦，咁係啦，咁都好犀利嘅，屬於政治世家嘅魏家班嚟啦，咁啊係啦，咁啊呢個嗰個。另外啦，咁啊仲有呢個嘅喺花蓮嘅北部啦，咁啊花蓮縣嘅北部啦，咁啊係雄厚嘅地方嘅政治勢力啦，咁啊另一家人就係吉安鄉嘅鄉長啦，咁啊游淑津啦，咁啊外傳係國民黨嘅立法委員嘅立委傅君萁嘅授權嘅接班人嚟嘅，咁啊近期亦都係到處跑呢個行程嘅，咁啊露面嘅。不過近期咧，咁啊罷免潮咧，咁啊好犀利咁啊，所以就地方也傳出咧，可能係要嗌阿傅君萁啦，咁啊回窩去競選翻縣長嘅，咁啊甚至乎公開啦罷免傅君萁嘅議長啦，張俊亦都被提名嘅，咁啊未點名提名話可能會讓呢個嘅2026年嘅地方大選咧，咁啊增加變數嘅咁樣，咁啊另外啦，此外啦，咁啊魏家賢啦，咁啊政治出身政治世家啦，地方勢力雄厚啦，不但父親魏東河啦，同埋母親呢個林敏慧啦，咁啊亦都係曾任呢個花蓮縣嘅議員啦。咁啊其二啦，咁啊呢個佢嘅伯父魏木村啊，曾經係都係曾經擔任呢個嘅花蓮市嘅市長啦。咁啊家姐啦，魏如芬啦，亦都係擔任過花蓮曾經擔任過呢個市民代表嘅咁樣嘅，咁啊。佢亦都喺2016年嘅花蓮市長補選嘅順利當選啦，咁啊並成功連任啦，咁啊2022年咧九合一選舉之中咧，咁啊佢亦都係以無黨籍身份咧參選呢個花蓮市嘅議員啦，咁啊最終喺第一選區啦，咁啊最高票嘅咁啊當選啦咁樣啦，咁啊還有啦呢個魏家賢啦，咁啊另外仲有2個細佬嘅魏家燕啦，同埋魏確成嘅咁樣咁啊，咁啊另外仲喺呢個嘅2022年咧，咁啊分別係高票當選呢個花蓮市市長啦，同埋呢個同埋呢個花蓮市嘅市民代表啦，咁啊魏家燕啦，咁啊以19000多票啦，咁啊當選花蓮市嘅市長啦，咁啊魏確成咧，咁啊喺第3選區咧以1580票當選呢個市民代表嘅，咁啊市民代表可能係當區嘅區議員啦咁上下啦。咁啊或者係呢個Simon啦，亦都係順利當選，咁啊展現啲魏家班，咁啊喺花蓮嘅強大嘅政治嘅影響力咧，咁啊儘管啦距離呢個2026年嘅地方選舉咧，仍有一段嘅距離同埋時間啦，咁啊魏家賢啦，咁啊近期咧已經係陸續喺花蓮咧各鄉鎮咧咁啊掛上呢個大型嘅嗰啲叫大型看板啦，咁啊看板。咁啊就係呢個嘅，尤其是呢個嘅花蓮縣嘅縣長徐遵偉咧，亦都係
即將卸任啦，咁啊加上呢個傅君奇咧亦都無意回窩參選啦，咁啊使得魏家賢嘅舉動咧係俾外界咧視為角逐下屆花蓮縣長嘅起手式嚟嘅咁樣。另外啦，即係另外仲有一位候選人另外一位潛在候選人背景啦，即係游淑貞咧，咁啊亦都係花蓮縣嘅吉安鄉嘅鄉長啦，咁啊佢嘅學歷咧亦都係不容忽視嘅，咁啊呢個嘅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嘅學士畢業啦，咁啊亦都係呢個嘅幼兒教育經營啦，管理33年啦，咁啊社會服務義工啦，亦都係30年嘅時間啦，義務咧消防宣傳大隊長啦，亦都係吉安鄉嘅婦女會嘅理事長啦，花蓮縣幼兒教育學會嘅理事長啦，呢、個花蓮縣補習教育學會常務監事啦，亦都係呢個嘅花蓮縣女教師成長協會嘅理事長啦，花蓮客家屬會嘅副理事長啦，咁啊原來都係客家人嚟嘅咁樣，咁啊花蓮縣嘅呢個客家文化推展協會嘅理事長啦，咁啊義務警察嘅大隊嘅副大隊長啦，咁啊同埋呢個吉安巡守隊嘅中隊隊長啦，咁所以就係話哇咁犀利㗎，台股而家點啊？台積電漲價9蚊喎，9蚊台幣喎，咁啊台股收漲上幅啊161點喎，站喺2萬點以上喎，都幾犀利喎今次，啱收到消息啦，咁啊所以就係話呢一個花蓮咧就係兵家必爭之地啦，即係所謂咁啊，係所以就係話花蓮亦都係犀利嘅，咁啊亦都係大家不容忽視啦。咁希望就我哋嘅藍白能夠統合到啦，咁啊我哋集中都係火力啦，集中選票啦，咁啊都係魏家賢咧，咁都係即係魏家賢咧，咁啊都係眾嘅朋友啦，咁啊亦都係曾經喺過往亦都係曾經係到訪呢個嘅花蓮啦，亦都係曾經係接受過佢哋嘅款待嘅，咁亦都係多謝佢哋啦，咁啊都係去咗中央大街啊，去咗夜市啊，咁啊都係好多嘅招呼啊，好多嘅招待啊，咁啊都係希望祝福花蓮啦，咁啊都喺個花蓮都係一個地震帶，咁啊都係好犀利嘅，咁啊即係花蓮好早幾年嗰次大地震，咁啊仲去完嗰次花蓮之後離開冇耐就大地震啦，咁嗰下就係都係咁，所以就係話都希望繼續為國家加油啦，中華民國加油啦，咁樣係啦，咁啊呢個戰獨裁咁啊，都係嗰啲都係希望繼續我哋繼續啦，我哋都係要搞好呢個嘅罷免賴清德嘅運動嘅，咁啊我哋嚟緊希望呼籲各位嘅朋友啦，台澎金馬嘅自由組嘅朋友，我哋係要團結一致啦，即係我哋係要問翻執政嘅民進黨攞翻我哋嘅真係我哋嘅民主嘅。今時今日嘅民進黨，我想講啦，過往嘅許順良嘅家族啦，呢個嘅施明德嘅家族啦，好多嘅彭明敏嘅家族啦，佢哋嘅成員咧都已經係公開靜靜地都公開話都曾經透露過話反對綠營嘅大罷免㗎啦，咁啊前總統啊陳水扁總統咧，亦都係同埋呂秀蓮副總統啦、前副總統啦，同埋一啲蔡英文身邊。前總統嘅身邊嘅嗰啲幕僚嘅人啊，嗰啲秘書啊，都係透露過都話反對大罷免嘅。咁呢個賴清德係咪仲要走向獨裁嘅一黨專政咁犀利咁惡嘅咧？大佬你輸打贏要咧咁樣，你係咪想提前跛腳咧？咁樣都可以拭目以待㗎，大家咁啊繼續亦都香港嘅一啲嘅所謂嘅民主派我已經係判別佢哋係唔係民主派㗎啦，係蠻主派野蠻，係民進黨作主。即係佢哋嘅主子嘛，佢哋嘅主子就係民進黨啊嘛，大佬佢哋去台灣生活，大佬食到肚滿腸肥咁樣，咁啊大佬我就唔會話，即係如果我喺寶島嘅話，我就唔會拜會嗰啲人㗎啦，咁啊所以就係話大家壁壘分明，你中意獨裁係啦，你中意嗱臨激嬲北京即刻冇統台灣，咁你咪可以有官做咯，係咪？你咪有大官可以做咯，所以就係話紅綠嘅一家親出賣台灣人，禍害台灣人，所以就係話有啲人就係想一炮過激嬲挑釁北京，所以我成日都會講一句論述就係話係咪要咁膚淺咧？大家
即係你前面有隻野獸，你要馴服佢啊，馴服佢令到佢聽話，定係慢慢令佢聽話，跟住慢慢去到同化佢，令到能夠軟化佢，能夠將佢接納，讓世界接納佢啊？定係要不斷挑釁佢，不斷去揾把槍、揾支刀、揾支槍去篤一篤佢咧？係咪要咁樣挑釁佢咧？咁邊個方式係成熟嘅方式咧？大家係有目共睹嘅。寶島嘅人台憑金馬嘅人係眼睛係雪亮嘅，所以就係話得嗰40%嘅選票咧，嗰啲人咧仲要係繼續係啟迪民智、蘇醒人心嘅，即係我哋人民力量啊嗰啲以前嘅領導層啊選民力量嗰扎咧都係綠枝枝嚟嘅，所以就係話咩叫民主？咩叫自由？咩叫法治？有排你學啊，大佬！即係民主係制衡 check and balance。你講嘅就民主啊？係咪民主進步黨作主就係民主先？答我啊，就咁簡單啫嘛。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咁我回國翻嚟，我去完台中翻嚟之後，再5月12號再見大家，多謝各位，多謝。